大家好，又嚟到華信投資2分鐘嘅時間啦。今日係2026年3月2號，有一個突發嘅市場分析。事源大家都知道啦，因為過去呢個週末咧喺當地時間星期六咧，就美國同以色列咧就對於伊朗咧發動呢個空襲。總體嚟講咧，今日個市場咧反應其實唔係好大㗎。其實我先前都有提過咧，市場由今年1月開始曾經做到呢個新高之後咧，就譬如好似呢個 S&P 呢個圖啦，去到7000點啊，或者道瓊曾經去到5萬點之後咧，基本上咧就市場都係上下波動，變動不大，似乎市場都係一個等待啊。對於呢個中東嘅局勢咧，其實係有所預料。只不過咧想等呢個情緒，就係等呢個嘅局勢咧就明朗化。所以咧就果其然啦，就終於咧就其實先前咧應該喺話2月份嘅時候咧已經開始咧，特朗普總統咧多次警告伊朗咧要呢個進行呢個妥協，所以咧亦都見得到咧佢大軍集結咧喺過去呢幾個禮拜咧就大舉集結喺中東啊。所以咧喺大概2個禮拜之前嘅星期五咧，我喺星島接受訪問嘅時候咧，我都講過啦，市場其實係有所預料，亦都會咧估計咧，我都當其時講咧，估計咧特朗普總統咧就應該會喺週末咧，佢會掌握呢個 timing 好好嘅，喺週末嘅時候就發動攻擊，等市場咧喺幾日嘅時間之後咧，星期一開始咧就會減少呢個恐慌。基本上開市嘅時候咧，只係有所謂可能會低開少少，但係對於跟住咧市場咧就會慢慢咧就會恢復啦。所以咧就果其然今日咧就市場咧就道瓊斯 S&P 曾經真係低開啦，道瓊斯曾經今日跌最低嘅時候大概跌600點左右，1.4% 左右，唔係好高嘅啫。到最後咧反而4個指數咧全線收復。道瓊斯只係輕微跌0.15%，S&P 咧最後係倒升0.04%，科技股 Nasdaq 咧倒升0.36%，世界股 Russell 2000係最厲害啦，倒升差唔多接近1%啊。而我哋見得到咧，今日呢個所謂嘅恐慌指數咧，只係升得到咧係升咗8%，去到21，亦都唔係非常之恐慌㗎。俾大家參考啦，其實係最恐慌嘅時候，譬如好似舊年4月份嘅時候，當呢個關稅問題出現嘅時候咧，呢個恐慌指數曾經去到50啊，嗰陣時先係真正叫做恐慌。所以今日其實個市場咧經過升呢3日，今日已經係第3日戰事之後咧，的確咧係減少咗呢個嘅情緒波動或者呢個嘅risk off 嘅情緒㗎。所以咧就聽日個情況咧開市會點樣咧？大家其實咧可以留意喺呢個油價嘅發展嘅，因為今日情況咧就油價就猛烈飆升啦。呢個布蘭特原油咧就曾經升到去82蚊，大升13%。最主要咧因為咧就呢個戰爭咧就影響咗就封鎖咗呢個所謂嘅荷莫茲海峽，或者有啲人稱佢叫做霍爾木茲海峽，因為佢係負責咧全球20%嘅石油運輸。因為咧，如果咧佢持續咧呢個封鎖嘅話咧，肯定會繼續推高油價。有分析指咧，可能甚至去到1000蚊、100蚊。我哋特朗普總統咧其實都已經放咗口風啦，話呢個戰事咧雖然呢幾日咧事態發展咧就算係幾成功，但係咧佢亦都講咧有可能咧會繼續持續甚至係用1個禮拜、2個禮拜或者3個禮拜。所以咧，如果呢個海峽咧繼續封鎖嘅話咧，勢必推高油價，亦都會推高呢個通脹。要影響咗聯儲局咧下一次咧就利率嘅走向啦。好有可能咧聯儲局就迫不得已咧就要開始加息，就一定會有個骨牌效應咧，就影響咗呢個市場啊所有嘅投資意欲啦。下次聯儲局開會咧就其實呢個月嘅3月18號。所以咧今日 so far 為止咧，聯儲局咧就利率有呢個利率期貨市場反映咧，其實今日唔係特別影響個利率走向，仍然有98%咧係會基本上維持利率不變㗎。到下一個月咧4月29號開會嘅話咧，亦都反映咗咧仍然都係83%咧維持不變，只有去到6月17號咧先至開始咧有多啲嘅機率，47%咧係有機會會減起碼0.25%。呢個嘅聯邦基準利率而家咧係3.5到3.75% 呢個區間嘅。所以咧除此之外咧，除咗呢個油價之外咧，基本上咧市場嘅反應咧則唔會太大嘅啫。
咁啊，好啦，對於我哋普通投資者或者甚至係散戶嚟講，我哋點樣處理我哋自己嘅組合咧？投資組合咧，特別係一啲退休人士啊，我成日都提到 401k retirement， 你哋個退休咧，所以我都同啲客戶講啦，基本上第一，首先千祈唔好恐慌，千祈避免咧喺呢個時間咧做出一啲過激烈嘅或者比較情緒化嘅改動，咁樣嘅改動咧，歷史話俾我知咧，永遠係做得唔好嘅。只要咧，反而歷史話俾我哋知咧，只要我哋係維持呢個紀律啦，維持咧就原本嘅投資嘅策略，你嘅 investment 嘅 plan， 甚至係你個 retirement 退休嘅策略嘅話咧，其實咁樣嘅效果咧，數據話俾你知，過去 history 話俾你知係反而係最好嘅。咁啊，亦都可以分享多一啲嘅歷史嘅數據啦。其實喺主要戰爭嘅時候咧，美國嘅股市嘅回報咧，甚至係可以唔錯嘅，比平常係好嘅。咁啊，譬如舉呢個例子咧，見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當其時打仗嘅時候咧，個回報咧係20%，呢個係講 S&P 嘅回報。咁啊，因為平均嚟講咧 ，S&P 喺嗰段時間1926年開始咧係平均10% 回報，佢甚至係比佢更加高。咁啊，韓戰15%，咁啊，就算呢個波斯灣戰爭咧都係10% 嘅。咁啊，當然啦，個波動咧就會比較大啦。而家尤其是而家咧，科技進步，數據咧就發達啦，個波動咧甚至會比較大嘅。呢個的確係嘅。但係咧，我哋可以再睇睇咧，如果甚至睇下佢喺打仗嘅時候，或者係當其時嘅所謂嘅回撤，同埋之後嘅表現係點樣樣咧？咁呢幅圖咧就列咗過去有好重要呢啲所謂嘅戰爭或者地緣政治啦。譬如我哋睇睇呢個1941年嘅偷襲珍珠港。當其時咧，最大嘅 drawdown 即係回撤啦，只係20%，即係由高點拉落嚟係只係跌咗20%。咁反而到之後咧，完結咗事情，完結咗市場，反而係1年之後嘅回報咧係升3.7%。我又睇下另外一個例子啦，呢個係呢個波斯灣戰爭嘅時候啦，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咁咧佢嘅回撤嘅時候嘅之後嘅回撤係17%。但到之後咧，就反而之後1年咧戰結束之後咧，係反而倒升14%。我哋譬如再睇近啲啦，就呢個俄羅斯同呢個烏克蘭嘅戰爭2022年嘅時候咧，基本上咧係冇乜回撤嘅，亦都之後咧市場只係 so far 跌咗5%。當然啦，呢個戰事仍然未結束啦，打咗4年㗎啦。咁啊，再近啲咧，前年呢個以色列同埋呢個哈馬斯嘅戰爭咧。咁就基本上亦都係冇乜回撤，個市場冇乜特別大嘅回落，咁咧反而之後咧個市場更加係狂升35%啊！所以咧即係總括嚟講咧，即係話俾我知咧，只要我哋咧就堅守我哋本身嘅投資嘅策略咧，咁啊市場咧基本上係戰啲重要嘅戰爭之後咧，反而回報咧反而一個唔錯嘅回報㗎。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啦，拜拜。